嗱，今期介紹嘅單位咧喺坦洲嚟講，都係屬於偏豪宅、偏改善嘅一個項目嚟嘅。嗱，睇下呢個入戶嘅一個大堂咧，都相當之氣派㗎。嗱，呢一個項目佢有咩優勢咧？嗱，一個點咧就係低首期啊。咁其實一直以來金帝世紀城嘅首期都係非常之輕鬆就可以上到車，包括現時嘅政策咧，只需要5萬蚊嘅首期，直接就可以買到單位嚇。仲送你呢個5年嘅車位使用權添。第二個優勢係咩？佢係現樓嘅。嗱，金帝世紀城咧一直都係現樓發售嘅，即使係冇咁快收樓嘅，一般喺半年之內100%就住得到㗎啦。所以咧，亦都係佢一個重大嘅優勢。咁第三點係咩咧？佢個花園園林係好靚嘅。嗱，呢一度咧有6萬平方米嘅一個法式園林嘅小區啊，園林嘅質素咧喺坦洲嚟講都係數一數二嘅嚇。跟住咧第三點，其實嗰個交通都係比較方便嘅。點解咁講咧？嗱，我哋有門口有呢個直達香港嘅專線巴士，有直達關口嘅一個奇關巴士，無論去澳門、去香港都相當之容易嘅嚇。咁第四點咧，佢係咩咧？就係我哋呢一個項目啊嚇，其實佢呢個地段咧唔係坦洲最繁華嘅，但係呢個位置足夠嘅安靜同埋舒適，喺呢度居住咧，佢個體驗相當之好㗎。OK， 咁今期同大家講嘅呢個單位咧，亦都係最近咧比較火熱嘅，因為佢實用面積非常之高嘅4棟嘅單位啦。呢一棟咧就係我哋4棟嘅單位啦，見得到，所見即所得。現樓現證，事不宜遲，馬上帶大家去項目實地睇睇。我哋現時就嚟到咗4棟10樓嘅示範單位位置啦嚇，一共咧係2架電梯、2梯4伙嘅間隔嘅。嗱，呢個公共區域同樣裝修得立立靚嘅。呢一邊咧有3伙，跟住另外單獨有一個單邊位，就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126平方米嘅大單位嚇啦。由呢度開始，到時有個防火門嘅，整塊空間咧，其實你自己一個人可以用晒。關鍵係咩？呢度咧仲有另外一個單獨嘅私人空間，可以俾埋你計埋呢一個房間，足足可以做到6間房。哇，係咪好誇張呢？嗱，呢度係正式嘅入門嘅位置哈，木製防火門搭配智能門鎖啦。呢一邊咧就係一個非常之靚嘅玄關櫃，亦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嚟嘅。對面呢度咧有一間好靚嘅書房，呢個朝南向嘅有獨立採光嘅書房咧，係冚唪唥都係全贈送嘅面積，所以話入門開始啦，嗰條走廊啦，嗰個細房間啦，同埋呢個書房都係送俾你嘅，非常之抵買啊！實用度咧亦都係做得相當之高，所以你先可以做到一個效果就係120平方間到4房都唔止嚇，一般嘅單位係4房啊，佢可以做到6房喎，真係犀利啊！南北通透嘅一個戶型間隔，呢邊係飯廳嘅位置，擺4人餐台或者6人餐台都冇問題嚇。OK， 跟住呢度後邊咧係個飄窗台嚟嘅，已經揼咗佢噶啦，所以咧佢贈送嘅面積咧好實在，全部用得上。OK， 呢一度咧係我哋嘅廚房位，3件套都係華帝嘅牌子啊，做得好靚，而且係升級咗做咗洗碗機嘅一個配置啦。後邊呢度咧咁就有明窗加個大嘅升盤啦。呢邊咧有一個好大嘅雪櫃喺個位置，大家可以自由佈置。當然咧現時有6件嘅家電套裝俾到我哋啊，包括呢個雪櫃啦，包括洗衣機啦，包括呢啲榨汁機啦等等嘅小家電咧，全部都配齊咗嘅啊，所以係非常之舒服，好輕鬆就可以入住噶啦。好，呢度係我哋大廳嘅位置，見到啦，地面嘅瓷磚啦，美風做好細啦，上邊嘅天花吊頂同埋呢個我哋嘅風管機、中央冷氣咧，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做好晒嘅。而露台呢邊咧，示範單位仲有風窗設計，到時交樓嘅時候咧，會係一個開放式嘅露台俾到我哋嘅。望嘅咧係我哋嘅花園景，非常靚嗱，呢個樓間佢係無敵噶啦，超級闊啊！呢度有6萬平方米嘅法式園林俾到我哋咧，入邊咧有兒童樂園啦，有健身跑道啦，有呢個羽毛球場啦等等嘅一個配置啊，所以我哋各個年齡段咧都可以揾到佢合適嘅一個需要嘅一個設施俾到我哋，仲有一個非常之靚嘅泳池。呢個泳池喺坦洲嚟講咧係絕對數一數二嘅質素㗎。好，先睇呢一邊咧就單獨有一間房，客房咧就3邊落地嘅飄窗台揼咗佢啦，所以咧就非常之舒適啊，所有空間你都可以利用得上嘅。對面呢度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大客房啊，嗱呢間房好正啊！
有獨立嘅衣櫃啦、床頭櫃啦，咁就三邊落地嘅大床啦，仲有一個梳妝台。呢度後邊 P 張台都揼咗啊！咁我哋咧有成4開間朝南向喎，包括我哋後邊要睇嘅主人房都會係啊。OK， 睇下呢度，仲有我哋嘅衛生間，3段式嘅乾濕分離設計，仲有一個獨立嘅企缸位，入邊都會有贈送面積，見到話每一個空間都俾到我哋贈送嘅面積，真係非常之抵嚇。OK。咁就幾件套廚配齊晒嘅，而呢個後邊咧係我哋嘅 BB 房啦，利用贈送嘅面積，我哋可以做一個榻榻米出嚟，活用呢個空間啊，將所有嘅空間都利用到極致，咁樣咧即係送幾多你就用幾多，賺晒佢。OK， 嚟到主人房呢度啦，咁佢就係一個套間嚟嘅，套廁喺呢一個位置嚇，咁就幾件配套全部都配齊晒㗎啦。空間足夠，而且仲有單獨嘅一個採光面添。而呢度咧可以做翻我哋一個 L 型嘅轉角櫃啦。跟住呢度咧做雙人床，做2個床頭櫃三邊落地啦。同埋呢度同樣朝南向啦，可以望翻我哋一個花園嘅位置啦。非常之舒服嘅一個單位嚇。呢度126平方米。佢做到足足6個房間嚇，每一個房間都可以用得上而且咧佢係精裝修嘅現樓啦，仲有呢個流巴車可以去到關口啦，可以去到拱北啦，可以去到香港啦，非常之方便啊！而且咧仲係現樓嚟嘅，首期5萬蚊可以上車，仲可以贈送我哋一個5年使用權嘅一個車位俾到我哋大家，所以咧係非常之容易就可以住入嚟享受翻生活噶啦咁呢個單位介紹完啦，有興趣朋友記得隨時聯絡翻我，我係阿偉，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